第4段，身體掃描。如果可以平躺落嚟，又或者盤腿而坐，或者坐喺凳度，雙腳自然張開，雙手放喺身邊兩旁，掌心向上，從腳趾開始，感受佢嘅存在，放鬆腳胯、小腿、膝蓋，將注意力慢慢往上移，放鬆大腿、臀部、腰部，感覺你背部完全沉入地板或者張凳，感受腹部嘅起伏，讓內臟都變得放鬆。放鬆你嘅手指、手爪、肩膀，特別留意你嘅面部，放鬆眉心，放開咬合嘅牙齒，讓舌尖輕輕掂住上顎。依家感受整個身體作為一個整體喺度呼吸，感謝你身體為你運作一整日，帶住呢份放鬆，慢慢甦醒。